回家嘛，做生意咯。等面等一下哦，哈。头摆啊，睇架买人嘅头呢，喺連天講就擺列的一路擺啊都好嘅後呢。吃看下。來。好。俺有生挑年點，那撇件挑年點冇強用嘅就係俺有客家面。客家面。也一天，我一天學過。做生意好做，搞這些什麼花招？谁都不可以破壞我媽媽畫的海報。唔講唔定，一下做嘅挑呢，同俺細細時節試到嘅面是完全冇強用呢。生意唔好，係因為哦，想要降低成本。姑嫂，捱生想要開始賣即家做嘅客家蘿蔔板啊！你做嘅東西哦，下癮咧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《福喜來》呢個節目，家下有看到哇，1分鐘短嘅短片，係本大家當上嘅看下去，呢一些客家電視咧，來推出嘅連續劇4月12號拜一到拜四下午到10點時，做啲本大家來看。今日東方戲做啲繞牆道，呢戲劇嘅製作人王貴妃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啱啱咪講製作人王貴妃。耶，歡迎，好開心都能看到貴妃姐，因為以前我們是同事，唔過呀哈，角色完全不一樣誒。係幾冇強用嘅，其他係外資單位真嘅，呀啲攞杯打仗誒。冇，係強用係啲客家服務啦，係做客家戲啦。對，這個就是要請感謝這個貴妃姐來到鴉片哈。不過基本上同大家來分享，就是我們馬上就要推出的這個《安亞迷宮》的這個戲劇哈。哇，這個真的是本人親期待，唔過要一些競種，因為要出去，其實說實在的，這個時間也蠻趕的，對不對？係東幹一些啦，一些啦，一些嘅，不過就是請大標，就是要給大家一個目標嘅戲劇哈。不過要出去咧，《安亞迷宮》，可以先簡單同大家講一下，為什麼叫暗夜微光？安亞迷宮，係一開始我哋知道有啲片名嘅時節啦，知道呀哦。懂能音咧，客家話懂能音，暗亞迷宮，係中馬會有一啲劇名係因為安尼嘅。一開始嘅時節，客家電視台做一啲安尼嘅時節，係本單做想要做一件挑nen點嘅故事。那因為挑nen點一般嚟講就係差唔多半夜3、4點就開始做戲。故事有啲暗亞迷宮係講嘅是暗亞時節，因為3、4點做戲，我天火打開來呀，按住看到嘅暗嘅嘅街路巷，就有一啲微微嘅光線，係故事就會講有啲暗夜地度一個微微嘅光線，一件挑nen點，我開始做戲，係。剛剛我哋接到一安嘅時節，因為一故事地度嗬，我哋男主角，伊本身就係一個70歲嘅老人家。就是我們的梁導，對，我們梁導，係，我哋咧許爸爸，加因為伊嘅人生遇到一啲人生最大嘅問題，係就係伊失智嘅，加伊失智嘅時節，我哋就會開始來想一啲挑nen點嘅老頭家失智嘅，一個故事要做咯，咁我哋就想講，因為我哋另外一個製作人米山，因為伊即個有安尼經驗，伊就講。伊嗰陣時看到伊爸爸嘅時節啦，伊爸爸會定看報紙，定看。唔過伊爸爸嚟看報紙嘅時節，會按嚟微微嘅笑。唔過伊知道伊爸爸嘅時空啊，唔係喺當下。咁伊仲認為講，假使人生啊，你爸爸不漂嘛，假使講人生係按嚟無所謂嘅，同安雅化，咁伊認為講，伊爸爸。嘅腦袋裡面失智的時候，回到過去的時空，係一啲同幸福嘅事情。故說暗夜迷宮有2層嘅意思，第一個意思就係臨講嘅時節，一件挑nen點；第二個意思係我哋睇想頭擺事情嘅時節，想到當到幸福嘅時節，我哋人就會幸福起來。不管我哋人生有一痛苦嘅時節，想到頭擺，我哋就會有一種幸福嘅感覺。故說暗夜迷宮有2種意思。哇！而且我同貴妃姐咁講吼，我覺得那個真的動又發年哈，大家想看啊！你講冷暗，就是白天要接近這個黃昏的時候，唔過要臨宮嘅感覺就會，大家想想看，那遠遠的那黑黑的，唔過有個光線喺那邊，對不對？而且我嘅感覺係安樣嘅，我唐人安講嘅，我吃到嘅係一種嘅喜夢。
真嘅喺希望嘅感覺，你人生會遇到很多嘅困難，不過其實你看到對改變嘅時間，還有光在那裡，然後它未來會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，我覺得是一種希望嘅感覺，對對，就很有感覺，對，很有感覺。不過，上就係上啦，所以唔點啊，真係撲起嘅時節吼，你啲人喺睇台南撲啊，那有可能沒有光線，我說人哋嘅暗一個迷光哦，人哋單槍只能說冇，就係霓虹燈裡面的亮光。了解，不過也就會這種人嘅感受有冇？你看，他可以講到清楚。不過回到製作面嘅時間，因為說哦，我同意講啊哈，其實製作嘅用嘅，很用嘅。不過你看講到呀，大家就會知道，因為一開始係跳呢嘅故事有冇？大家就會講客家人同跳呢係有關係嘅。後來經過田調之後，發現親有關係嘅，係當有關係。我可以同各位觀眾朋友講啊，假使去台北 Tiki 啊，去跳呢點嘅時節，永和豆漿時節咯，仔細聽哦，差唔多主要嘅客家腔。真嘅，你就發覺本身像綜合呀、青島，對不對？你真嘅係講用客家話同佢講拜時，佢會演客家話，意思就講佢哋青島嘅客家人在開豆漿店。對，嗰時節係一開始嘅時節，我哋做下田調嘅時節吼，係因為嘅董有名嘅做中正橋下嘅永和豆漿店。其實嘅本單做外省人開嘅，不過後來因為豆漿本來就是個粗活，而懂到嘅人，嗰時節主要客家人就來對投資沒有上來學嘅嘅，學嘅之後呢，就開始就就同學嘅話，大家強下來，我說幾時就動到客家人都特別嚟學嘅嘅，咁我哋故事就對呀開始，我哋就上有兩個客家人，一個徐爸爸就係梁秀生做一個角色嗬，而係外省客天一胎，加。朱露豪老師飾演的係美麗嘅客家人，阿姨呢係演啲係軍中同袍，認識咧，好有意思，客家人睇得 TV，演唔係客家人嘅時候，感情特別好，因為哦人不清土清，人不清土清，就會暗會感覺。係，故所以哋兩人就去台北做跳呢，學做跳呢，做小餅，做油條安尼，故所後來呢，因為結婚呢。阿兩三年就結天咧，去台南開店，應該係三年，就係嘅係有嘅老徐嘅伴娘，三年後3年就結天轉到老徐嘅故鄉台南去開客嘅跳人店。真正就會一幫人吼，去做跳呢一幫人人生的旅程，佢哋嘅故事，你老你之間嘅關係，真的讓人很期待。不過有一件事情啊，知道這個子總你真的特別嘅用心哈，因為你知道嗎？這次呢找到了這個梁家父子，就會梁導嘅兒子梁振群，強哈在一部戲裡面，哇，一起出現，強哈走戲。應該嚟講，我哋睇前角色嘅時間，一定有兩個嘛，一個後生嘅，一個老嘅，咁我哋就希望從唔點啊，就青島，不管是美劇也好啊，日劇、韓劇，他們那個年輕跟老的都懂唱啊，我哋就想過，萬人會唱梁導，就而家也最唱啦。真嘅，觀眾你看就梁導佢抽7個嘅角色，唔過佢後生嘅時間，不可能他自己再去扮年輕嘛，那就找幾個來誒，我覺得好有意思，超有意思。係，故所我哋嗰時就想過，佢也懂有意思。阿梁振群嘛，導斯文嘛，係咪？我哋做後來都好，正全時間沒做得，檔期做得，唔過我哋聽我同大家爆料，正全因為要做一個角色啦，你懂緊做，你動態，因為講，你要學客家話，要做288後生嘅時間。破戲嘅時間又會有爸爸，爸爸以前是導演，又是一個硬底子演員，你錯冇？錯，如果動你動態，唔過睇下講到嘢係做我內下嘅梁導。梁導嘅時間我哋睇同梁導睇談角色嘅時間啊，梁導就分得懂清楚，伊講伊做導演嘅時間係導演，伊做演員嘅時間伊做係演員，係，故所以請我哋唔好受理。伊絕對唔會干涉，唔會干預，幫佢自由發揮。係，唔但止唔會干預，伊講伊邊個人導演請定餐，咩係替拜做導演，伊講我當欣賞嘅咧
也在导演，哦俺妈唔会干涉导演。好可爱，请等一下，黑某就会应该去搞黑导演啊，又印底子演员，哎，你这样导做对吗？哎，做不得按做，唔会，他就是分得很清楚。嗯，一懂清楚。嘿，哇，大家讲谈呢个制作人爱用分享还没起到俩水气，其实都有意思，除了。表现出都有意思，可能在幕后也是有动到，做得好，大家分享开故事哈。地图咧还有教你个冉冉系容易咧做头呢，嗱容易咧做油条吼，你个冉冉系容易咧学习咧客家话，记得是台南普戏嘅世界有拄到嘛个神奇嘅故事、神奇嘅事情，想所以乡亲朋友先聊下，你等下就你讲。哎，阿伯来，小哈，看这里哈。哎，拍谁要什么？我要等萝卜板呐。啊，好啦，小等一下哈。哎，拍谁啊？人卡这小等一下啊。拍谁要小等你哈？自從到買主龍班嘅頭家娘講，佢有是糯米。我吃到一般糯米、一般菜來米，安尼會較拄好。莫個做嘅嘛嘅蘿蔔班咧，食到會驚哦。不過我唔做，哪有辦法做出媽媽頭擺嘅種米線哦？哎呦，難死到快要死哦！哎，行係個事咯。呀，真嘅冇缺用啊，唔是可能。母主啊，上到頭拿到去嘅呢。哎，就去做唔做幾拜聽聽啊！咁有必要本人嚟講伊生意啊？哇！今日咧，朋友你見唔見兩堂嘅來賓其實你嘅講什麼顧家呢？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家呢，我今日喺嚟做條呢，唔係嚟搭做夾買仔花嘅哦。耶，朋友，看到家人嘅時節，大家會知道，為什麼安亞米講會有家呢？因為佢係壓出一個技術指導，唐有清難呢。你是真的在裡面搞大家煮條呢？係嗎？搞大家煮條呢，還有煮客家嘅點心。真的很難想象真的是慧眼識英雄，規避你很用嘅情竇自己。安尼是假年，是公年係咪？是公年咧。對於太學邊啊、含情邊啊，中英寫。太學嘅時節，高中3年生就高中3年生英寫嘅寫啊，冇人點啊？而呢經驗嚟客家電視台開飛，開飛之後。今年咩拄好一攰起嘛，結果我順路都追唔下上好嘅。家睇茶單嘅時節，今年做冇藝術講，貴妃姐啊，堂哥唔會做嘅啱啱咪講啊，係挑呢故事係咪？啊，都同人分享講，今年要興，一聽我愛看咯，講錯啊，今日做冇人講啊，我對啊故事有興趣，就講。啊，你看做挑呢啊，或者你可能唔都看做挑呢，唔係做包誒，唔係做嘅乜嘅月餅嗎？全部都會做。因為人嘅時節拄好在請嘅技術指導，做煮挑呢人啊，煮炸油條啊，做手餅啊，因為人拄好喺寫那個劇本，要填掉，啊，如果唔用卡咗，唔用做點卡做點講咯，我係請嘅差唔多100人嘅。嘿，後來就今年就入來嘅，可能相遇的故事就會安尼。冇錯，其實條條講一下，因為呢幾樣爆料，幾樣是嘅冇生意堂都記得愛做有關挑呢嘅故事，幾樣是係嘅條送給佢查嘅。其實佢很有預謀嘅，佢唔應該同你講，其實佢很希望做嘅係佢嘅技術指導。古說他已經先想好辦法要上你的車。一條絲嘅，唔怕，先係冇落喺東渡河，落喺東渡河誒。唔講講到要大家就點嗬，其實做一出去真點嘅難度超出大家嘅想象。唔講你可以煮挑呢也好，你會破油條也好，唔係你想用嚟破就用嚟破，其實要有專業的人，其實真的是教演員。古時候唐醫師就會講，其實演員是要上課的，係會上課嘅。古時候你就會他們的老師。冇錯，還有嘅爸爸媽媽咩嘅，因為嘅爸爸、嘅媽媽喺動會做挑呢。
专门就会负责煮调呢，还有煮嘅客家嘅料理嘅。嘅爸爸係做胖嘅師傅，古時候佢哋嚟上課係按散沙橋下嚟教佢下條。唔過我知道東南嘅係因為我哋按家為講地度嘅灶頭都會動態嘅，嘅凍夾嘅鍋嘅就會凍燒安尼。古時候你煮，比如講水飯嘅時節，嘅凍夾因為水飯可以煮到像漿糊嗰個嘅安樣。係用高條嚟，佢就會一滴一滴安尼就做唔得就快鐵，然後做條凍夾就燒咧，硬硬冇嘅，就變做硬硬嘅一滴一滴就做唔得用咧。嗰時候佢哋就凍緊咗，佢行喺水嘅時節就拿起來，佢講係蠻好係蠻好，佢就做唔得，佢就硬硬就凍緊咗，佢講蒸不用做伊蒸好嚟煮，佢不用做又拿起來，佢行喺水佢就凍緊咗，凍夾就會變實派安尼。嗰時候佢就好嘅時間係試到凍神奇嘅味素，還有個油條，因為個油條你切嘅時候，聽說一滴一滴安尼平態，喺個冇平態破出來就會冇功用啊。係講你來嘅時間，安尼來要有技巧，唔係安尼青菜來就不用弄去。你來嘅時候要平均寬，不用弄一個像你張黑好看嘅油條。我嘅用時間就唔曉做嘅切嘅冇一太一細可以來就凍神奇安尼破出來。嗰個演員係全部都去到硬全部都學先用嚟咧破油條，係冇錯，其實就破咗凍神奇，起很快做嘅油條。結果呢，嘅食客本嘅人看到一相片，知道凍神奇哦，我們就老樣破到凍這個油條食到客本地度。不過你係只會有意思嘅地方，他家丟地嘛，係講你看拼人嘅破油條，也係講你點開那個。YT 有嘛 YouTube 去看嘅事情，其實唔會清難啊，你就好好的切嘛，切完之後你就好好的拉，好好嘅拉，你就不用落去就好誒。不過其實唔係咁簡單，冇咁簡單，都是真的要技術，係怎樣，對不對？這就是為什麼因為我假年講嘅，佢都破出嚟嘅油條，真的係乜嘅形狀就有。冇錯，冇錯。那怎麼辦？就切個實體啦。係啊，佢哋自家做，自家做實體，我負責留意到實體。唔過米絲係正確嘅，唔係，但係係上到有些奇怪安尼。啊，有識到冇？冇識到，嗱幾擺冇下去。冇講嘅。不過聽講而家嘅撲戲嘅時節，因為講實在話嗬，唔過現場就有看到嘛。對於大家來講，佢係真正嘅食物，唔過佢也係道具。所以你知道要一直拍，所以你們現場嘅道具是可以吃的，不過食唔睇係冇。有沒有規定大家聽說會試一下道具？應該按嚟講，我哋道具嗬，分量嘅時期，天在熱撲嘅時節啦，就差唔多撲開嘅動作嘅時節啊，大就佢是認領所有的早餐配給就係，就配給，他佢就拿去飯店嚟食，唔過到天熱在熱嘅時節，佢就講，剛才一擺可以帶嘅乜嘅啊，甜酥餅過去嘛，佢講。阿姐啊，可能做唔得，因為佢送咗禮拜講，有可能哦，有咩講點會買嘛？因為可能冇錢咧，可能因為做場景做到冇錢咧，嘅道具費線索估數可能唔怕啦，因為一人店嘅生意都挺好，都賣槍槍，估數唔是按度。所以唔得拿貴身啊，唔拉用嘅，唔拉用，哇！這真的超有意思，因為我就會談起的，我哋喺廣告嘅時間有講到，佢喺撲戲嘅時間有冇？哇！真的是現場嘅道具有冇？我意思講，唔係咖喱就會油條，係就會酥餅，是真的早餐，那都是真的是美術很用心去準備的道具，按樣嘢。哇！故說假年你哋台南陪他們，其實也是在那邊。其實我剪落陪伴嘅時間。我就選好，佢到位我就剪起來自家選。安尼其實係做啲美術組當日安尼做道具，安尼天天去選。大家攏唔知，條嘅講。要同我講，要同。古說你真嘅喺現場啲做嘅吹條板哦。真嘅，啲佢熟嘅蘿蔔開始，安尼切到幼安尼做。那個喺現場做，是不是有那個香味？不有啲香味冇？因為做時間我都冇得嘅啊，都冇吹，我都冇吹，因為我哋睇到，嗱我一片嘅戲啊。唔過睇下就點嗬，其實撲戲嘅時間喺個貼票做到將佢炒菜也好呀，煮菜也好，真個手很重要。有冇？譬如你睇下會看到嘛？哇，我煮菜哇，切菜時間有冇輕微？有冇？我說上次演嘢這個做有一些困難，我說我們會找手提，我說要不然手提你真的是你陷害爸爸從嘛？係冇，因為佢愛洗來嘅手提，我係負責什麼嘅？佢唔講我爸爸切菜冇按夾，因為我媽媽係真實懂會切菜，佢就教嘅，當然按你魔鬼訓練，佢到現場我就老人講，
你等一下，还讲切太慢哦，你就做会准嘞。哎，其实我爸爸压力，我爸爸压力，爸爸好可怜。其实当紧总安尼，结果一开始就咚切豆酥，一开始就切豆酥。你啲望眼係問嘅貴妃講，喺真言切豆酥要流血嘛？叫有啊，有切很深嗎？有啊。我喺剪接時間就看到嘅啪啪嘅酥有冇？然後頭呢啊，那個血啊，我就看到嘅，我就講切豆酥誒。那還好嗎？爸爸後來，因為佢從頭切到酥骨所冇相關啦，小傷。你看就摸也就會很容易有冇？哦，不過爸爸公司才爸爸去做手替，他有沒有是一個新的經驗學習？應該輕反應。因為佢頭擺都會喺個廚房後面做胖安尼，啲安尼樣樣佢頭前做佢嘅提擺，骨所佢真緊東緊做，唔過佢吃到。你就同爸爸講，爸爸要抹泡椰面啊，就只有手嘅面啊，佢自己喺買嘢做，係啊。所以你看下就會按容易，而且你還特製乜嘅米老鼠乜嘅九層板，冇錯，因為九層板其實東南買到，韓國叫佢貼片嘅，真嘅，要貼片去四重潛這樣樣。真嘅，唔過四重東都會碎板啊，我做九層板其實冇記到，因為劇本地都還會做東貼片嘅線，故所我就自己做嚟米老鼠嘅形狀嘅九層板。各位姐，你們也是真的很考驗家妹妹，好，我感覺真嘅做，你冇就會用到極致啊，我嘅感覺。你冇看 YT 啊，當簡單，啊就一層一層啊，一層一層，你做一層一層啊，跟 YT 3分鐘就做起嚟咧，係啊，就按容易啦，就做起嚟咧。所以難嘅係因為佢一層一層，係個冇樣態。就會懂得人講，有啲懂按你發，有啲按你寫，可能就唔講。我說也最難嘅味素。真的，我覺得我們很不負責任哈，我們都冇修到給片，乜嘅，我們沒有想到乜嘅一層一層沒有一樣，盲吃就會按用做就會。沒，因為喺九層板，人哋客家嘅美食一定要做比好看，假人就搞本嘅。你可能用唐氏地講做一出戲冇咁簡單嗬，講飛鬆到嘅細嘅地方去注意，還有乜嘅精彩嘅故事，你等下陣嚟講。做一出戲其實冇咁簡單吼，該幕後該故事吼，可能多大家冇法度想象吼，因為大家看到是戲出呈現該容啊，因為當可以做得繞牆頭集中，因王貴妃，然後你該藝術該寄託骨架內的都呀吼，真的是不得了吼，看那些故事，連爸爸都流血了哈，就會很容易。不過大家就啲吼，其實你在看一出戲，所以演員做得好，劇本寫得好，其實場景非常的重要，因為那是一個氛圍。你要本演員很密切的時間，你就知道，我真緊就會壓逼給你，我真緊就會做頭年給你，有冇？因為這就是我的家，對不對？哈，這會整個讓大家看起來那個氣氛完全是一致的。故說其實場景這邊製作人其實也發青島嘅力氣，要不要聊一下這個場景？好，講到場景就會血淚史啦。鬼差吼，鬼差一擺客家電視台確實有較多嘅製作費。多一些嘅啦，多一些嘅。加古時候，我哋做上講，因為我哋嘅世界上嘅色彩有點天真啊。我哋一擺睇台南棚嘛，然後嘟嘟紅，我哋就講，因為疫情差唔多尾聲嘅時候啊，咁我哋就提講，疫情嘅時節動到天咪做管理嘛，我哋就講啊，剛剛嚟請店面，一件事情定下來，定下來做一些改造就好誒，做好誒，結果錢冇呢，錢冇，做乜錢冇？因為我哋劇本嘅設定係講吼，一樓係店面，二樓係即個帶蔬菜。古時候我哋都定情，因為導演以希望只有安尼場景，做一樓做店面，二樓做自家人帶嘅味素安尼。古時候我哋錢冇錢呢，我兩張嘢錢冇。好可怕，錢冇，錢到最後一張嘢嘅時間，嘅我哋那個製片主講，也係最後一個起點嘅，能看做得冇。剛剛你去看嘅時間吼，因為嘅係個 Q 市場，啊一擺一下子冇睇營業，啊變成一樓做係停車場，剛才看那個
全部会空诶。俺们主讲，刚刚那个打进好嘞。你了上去没系空诶，主同俺一样碰共用暗空，东西塞出去暗空共用。它真的就只有一个结构，听，好不好？只有柱子而已。刚刚主讲，刚刚那打进好诶。古时候俺们睇剧中看到诶，挑人店看到起屋。全部係人打進打出來嘅。剛剛人劇本裡面以啲起屋屯嘅師從有懂密切的個關係，我們就設定了老姜，他其實有投資一個咖啡店。剛剛人睇下呀的橋段嘅時間，睇的，人睇上嘅時睇的，做喺上多萬人點嘛，人好朋友黃子軒哦，真係太紅了！黃子軒你太紅了，係嘛？而且足到係咪可以一間嘅錄音室？超！嘿，我們就乾脆把它移植過去。哎，我們多了一個功能，能加乜嘅點啊？咖啡。哦。古時候幾間店嘛，喺咖啡店，唔過一地度係有專門就是有廣播、社區廣播、市場廣播，喊做在錄一下當時行嘅 podcast 嘅地方。剛剛人主要有啲實聽之後呢，人哋要去潛，共用潛冇，人哋共用潛冇，最後人哋潛到白河市場地度，度後就會有4個攤位，一下係本嘅冬天人係做倉庫，剛我們就請上像藝人轉租我們2-3年，那我們全部。我們就真嘅可以重新搭建，對，我們重新搭建，塑造那種市場嘅氛圍。錯，我們就在市場底度裏，起一個咖啡堂，東江呢，真嘅，睇下係有唔講一下貴會啲講嘅時間，大家就有看到佢哋嘅縮時，那時候搭建嘅工廠，希望大家有看到相片，就提講其實鋪起嘅時間，唔係大家想嘅按用，真嘅係萬丈高樓平地起呢。冇錯，這個是一個有時候是一個廢墟，有冇？希望就一個空間結構，聽，唔講你會把它打造到好像哇，好像真的很厲害。上次觀眾朋友們問講，那邊是哪裡？好漂亮啊！對象會去排些冇咧，拆掉了，係希望主要都起嘅，要拆就量產嘅，拆屋還房東哎，真的很棒。不過好可惜哦，因為看到那個咖啡店暗後嘅時間，真的好想承租下來去賣咖啡。有啊，我哋嘅時間搭好的時候啊，才開拍第一天，就有人下來買咖啡嘅。咁人就講冇，我哋冇睇營業個，你話冇？貼窗哎，太像真的。其實我真的來買咖啡，好可愛哦。係啊，差唔多撲到我們差不多咖啡店要收清的殺青的時候啊，嘅底度嘅人全部看到我哋就講哦。嘅是從地度咖啡堂嘅人啦，佢哋唔起講，啊嘅是從地度撲起嘅人係咖啡堂嘅人，係冇唔錯咖啡堂嘅人。哇，我覺得真係挺有意思，起講真係留下來哈，應該要來發展像什麼實境節目呀，哈，多想了哈，多想了。唔過講到要睇咖啡店哈，其實亞出去嘅演員有青島人，其實唔係客家人，唔過。很開心的事情，就係讓大家都願意來學客家話。希望嘅領導其實而唔可以講客家話冇唔錯，不過而係因為按樣一直不斷的練習，其他前頭嘅演員，可以有啲客語無障礙嘅。動有障礙，其實係動有障礙，有，係這種人講嘅，感覺講客語無障礙，就這種人講冇我情有障礙。所以係要懂到做飯懂難嘅詞，其實其實好幾個字係懂辛苦，唔過聽唔到講到懂好啊。錯。而呢個人一拜吼，我想講一啲，就係大概可以看到我哋演員名單，有啲人懂貼片，應該講有2-3年啦，而啲係副地。一個就係我哋江江，那江江笨蛋我哋劇情裡面設定，江江笨蛋就係日本人，咁江江本來我哋嘅角色地步就係麗琪，就係有拖一啲越南籍嘅朋友，係而家係自由戀愛哦，大家冇誤會哦，是自由戀愛，係，咁總係會拖一啲。日本人咯，係啊，係啊，呢，而呢嘅時節嗬，我哋製作人，我哋另外嘅製作人就講，我哋男主角係個70歲嘅領導，咁我哋周邊嘅後生人寫啦，一定要引導，嗌啲，從冇動重要啊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但來試鏡嘅時間，福地係最帥的，最近都演到，福地係最帥的，嘅時間我哋做喺前日38歲離奇，佢笨蛋我哋就想講正地嘛，我哋好朋友，係咪做得去做38歲？佢正地來試鏡嘅時間，我哋看到佢就講。
娃娃脸，没办法。个福地类事件是这啊，福地很诚恳，伊就讲虽然伊係日本人，不過伊一定會3萬好客家話，拜託人哋本意嘅機會，人哋點講做戲做久嘅啊，愛好客家話好啊！真的，我做啲甘肃嘅都，如果一个演员很热情，说我要来学客家话，你就是要本地机会，错嘛？或者同乡亲朋友来讲一下，迄讲你哋看戏劇嘅時候，看到我們說這個日本人嘛，福地佢講嘅客家話。大家本地鼓勵，因為佢係以上日本人，日本人願意按用一句一句人講，我們就是要支持，因為發揚一啲客家話嘛，所以我們本來就會按用你。你看時間真的夠緊張呢，我1點鐘嘅節目，我們好多題目沒有討論過，我們要趕快來進行有巴客家講，這個記得我們第一個題目是什麼？我們要來問一下。好。2個人都要回答，兩三個都會講，係咪貴妃誰？然後過來係假年吼，每一題吼，睇家你可能會知道，咁乜嘅意思？唔過看電視就知吼。呢度嘅兩個老人家，一個梁修身梁導，一個朱老師朱陸豪老師，佢做嘅角色，呢兩個人感情很好吼。睇家你還會講吼，這個老姜老徐的 CP 吼。跟老姜跟阿美的 CP，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對？老姜阿美，老姜老徐，唔看我。那大家就會說，你乜嘅意思啊？唔過鄉親們真嘅，看電視就知嘅，大家就會知道地度嘅配對哈，劉青島嘅相本，大家去家去相哈。果真嘅，你們兩個喜歡不一樣錯，冇咁樣。OK， 這個問一下呀哈。啲安亞米講地度啊，你們兩個一定也會不一樣。製作人最喜歡、最中意哪一個角色？麗女主角，來麗琪。你看有冇 Q 咧？真嘅好，唔係因為麗琪當人導嘅。過分嘅。你看還有3個你就按用你，因為親個帥哥有嘛？然後製作人就會說：哦，我最喜歡的是角色本身，對不對？還有，問一下哦，你看這是一個老童年有關嘅故事，一部年嘅故事。問一下，你們自己這樣拍完之後啊，回想起來，最喜歡也好，最中意也好，最懷念也好，最有特色早餐是什麼？油條。9成半啊！真的，你會不會因為這樣就是吃怕了？唔會，我同講唔去台南啊，張地講油條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。哦，真嘅當好身呢，台南油條真嘅當好身呢。口味抒發到一般嘅冇共用，真嘅因為花式旋轉。真嘅冇哇！所以大家哈，真的不要小看油條，跟油條好吃到唔好吃，其實真的是天差地別，對不對哈？好啦，這個題目哈，這個可以簡單回答哈，有一些困難。最後一題了哈，只剩1分鐘哈。兩人在拍戲的過程當中遇到最囧，也還有最丟臉、也最困難的事情，可以馬上貼到哎，你這個可以講100個吧？你這最囧，黑某就青菜狗，你就覺得不，你最開心的事情好？本來最開心的事情就會。終於拍完了，對，終於拍完，殺青那天終於拍完了，破氣了。佢講呢，係喺做飯團嘅時間，佢飯不用太久，變到啱係攤不開，記得好感激，記得佢重戲，其實你講到前面時間就講，哎呀，你夜晚嘅夜晏叫咯，佢導演就講。翻啱係嚟啦！對，你看真係我滿記得吼，滿記得是啲講大家應吼見過倆出去兩三站嘅感情變咯，非常介好，唔過要強到冇強嘅經歷吼。主要是老鄉親們嚟講，4月12拜日到拜四，晏午到10點，我記得秀款安亞米講，最後5秒到10秒，好不好？一句推薦，來一句話推薦。唔看會 healthy， 冇錯。不過你係唔係客家人，聽錯我來看日挑靚嘅客家戲劇。耶！今天哈真的請感謝各位製作人，還有家人嚟到鴉片哈，好吧？希望可以隻隻看到你哋。好，聽下來咧，呢個鄉親朋友強下來做認同了。好看福喜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喲。